论冠状病毒甲伊的危害。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吃力，为去年年底伫中国武汉爆发到今，已经强要拖到全世界啊！世界卫生组织嘛正式宣布讲，疫情已经达到全球大流行的坎站。除了互愈来愈侪人要以家己个人卫生以外，针对冠状病毒的讨论甲研究嘛愈来愈时行。按照美国病症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的分类，会活人的冠状病毒有7类，其中4类是真早就有科学家发现会踮人甲人之间流传的病毒，毋过因通常造成敢若感冒的症头，真罕得有死亡的案例。另外3类是源自动物的变种冠状病毒，包括引起2003年的 SARS、2011年伫中东流行的 MERS， 以及现此时当地伫全球大流行的武汉肺炎。含伊的4个亲戚无共款，这3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真歹，常常造成患者出现严重的肺炎、肺纤维化，较严重的甚至佫会因为侪器官害去来死亡。是安怎无共冠状病毒会引起无共程度的病情？伫2003年 SARS 爆发进前，伫医学界普遍的认知呢，冠状病毒主要是感染动物，或者是引起一寡类似感冒的症头。所以，对常常造成严重的肺炎的 SARS， 科学家头起先嘛料想袂到，伊的病源竟然是冠状病毒。是安怎偏偏拢是冠状病毒引起 SARS、MERS 以及即摆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会造成遮尔严重的病情呢？科学家推论讲，除了咱对这3类源自动物的冠状病毒无免疫力，互因会当无受控制，踮呼吸道内快速生团以外，因主要感染的细胞种类对因的致病性嘛扮演要紧的角色。迄4号造成敢若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主要是感染呼吸道顶面部位，亲像鼻仔、咽喉的细胞，引起可比讲塞鼻、鼻炎、咽喉疼等等的轻症，对健康通常袂有偌大的威胁。不而过，这3类变种的冠状病毒却会侵入呼吸道下底，感染气管甲肺组织，常常致使严重的肺炎。以 SARS 病毒来讲，伊透过病人拍假手也是咳嗽所喷出来烂手，互人输入呼吸道以后，会去人带有一款号做 S2 受体的细胞，利用和细胞表面的 S2 受体结合，互伊通感染细胞。因为伫呼吸道顶面较下底以及细胞细胞的表面都有 S2 受体，造成因拢会互 SARS 病毒感染。细胞是咱肺部在进行气体交换的所在，伊的健全对咱肺功能的维持真要紧。假使若互病毒感染，佮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造成组织损伤，致使伊气体交换功能害去，对咱身体伤害是不止啊大。根据一个德国团队的研究，造成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嘛是利用 S2 受体来感染细胞，所以伊引起的病症会比一般感冒也是流行性感冒较常重。是安怎查某人得病了有较悬的死亡率？中国武汉大学针对着武汉肺炎的病人所做的分析，发现查甫人若得病，会比查某人较熬出现严重的病情，整体死亡率嘛较悬。虽然有流行病学家认为因统计病人人数还无够野，通做出有统计意义的结论。毋过，若参考过去 SARS 甲 MERS 病例的资料，冠状病毒对查甫人威胁确实是较大。香港大学的学者针对2003年伫香港着 SARS 的病人所做的调查，就显示查甫人着 SARS 的死亡率有要22%，相比起来，查某人约略是13%。
根据 WHO 统计资料，为2017年到2018年着 MERS 的患者，查甫人死亡率同款是较悬，有 32.1%， 查某人敢若有 25.8%。是安怎查甫人会遮衰尾，遮含慢对抗病毒呢？针对这个男女着病死亡率的情差，有科学家犹豫，男性甲女性无共的性染色体，无的确伫病情的发展里扮演要紧的角色。查某人的性染色体是2个 X， 查甫人是 X 甲 Y。对任何伫 X 染色体的基因来讲，若出现突变，对查甫人的危害会较大，因为伊敢若有一条 X 染色体。相比起来，查某人因为有2条 X 染色体，准讲其中一条出问题，更有另外迄条通做有味，影响较无遐大。因为互 SARS 甲武汉肺炎病毒用来感染细胞的 S2 受体基因，就徛伫 X 染色体。假使若今仔日其中一个 S2 受体结构出现变异，互带即个突变受体的细胞变做较易互病毒感染，对敢若有一条 X 染色体的查甫人来讲，就是一个大灾厄。查某人因为佫有另外迄条，就较无要紧。除了 X 染色体因素以外，男女伫生理上上大差别，就是无共性荷尔蒙的分泌。英国就捌有文献证明女性荷尔蒙有抗发炎的功能，这无定着是保护附近人健康的一个好机制。因为走心型的发炎反应，常常是 SARS 造成肺功能损害的因端。为着要了解性荷尔蒙对病毒致病力的影响，科学家伫实验室把 SARS 病毒注射入共年岁毋过无共性别的鸟鼠仔体内，因的结果显示，鸟鼠仔公比鸟鼠仔母出现较严重的肺炎。若开刀甲鸟鼠仔母专门在分泌女性荷尔蒙的卵巢摕掉，或者是互伊食的压制女性荷尔蒙运作的药物，会互鸟鼠仔母的病情恶化，证明女性荷尔蒙对鸟鼠仔母的利益。复原的病人敢是就有免疫力？一般来讲，若得过一届病，就会对同一款病毒有维持规世人的免疫力，除非病毒突变，无咱袂阁再互伊会着。毋过有中国的医生就警告讲，着武汉肺炎完全的病人，出院了后嘛是有可能阁再着病。虽讲目前科学界对即个新型冠状病毒还无够了解，无人敢敢保证讲是会阁着还是袂阁着。毋过早前针对 SARS 的病人所做的研究，就互咱发现确实有即个风险伫咧。中国的科学家发现复原病人的体内 SARS 病毒的抗体量袂维持偌久，平均敢若会使挡2冬，刷入去抗体浓度就直降。3冬以后，若阁拄着病毒，恐惊就无保护力啊！加在因为 SARS 病毒本身伤过毒，互伊患着的人定定拢是重病，而且嘛要有症状才会患人，互卫生单位会当透过隔离患者，甲伊伫人甲人之间的传播阻断。目前已经无得伫人类社会里流传啊。SARS 病毒本身嘛因为突变伤大，无才调反转去感染原底的宿主，互伊算是伫自然界绝种，无人过来威胁人类健康。毋过即摆的新型冠状病毒无共，患着的人侪是无明显症头的带病者，而且因就算无症头嘛会患人，互因真好对付。有流行病学的学者就认定伊无定着会真做亲像流行性感冒迄款的病毒，踮人类社会定根。所摆疫苗的开发就真要紧，但是到底咱敢有才调发展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长期免疫力？对疫苗的保护力就是一个大考验。